上一集我哋講咗3個故事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翻。今日我哋會講埋另外3個家庭嘅故事，佢哋嘅孩子又會面對咩問題？佢哋嘅父母又會點樣面對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。第4個故事，呢個故事嘅小朋友細個嘅時候食奶都會嘔，身體柔軟冇力，9個月大都坐唔穩，隻手有時會扭曲向後。當時做過腦掃描檢查，都查唔出咩病因。後來佢媽媽自己出錢，將小朋友嘅皮膚、肌肉樣本送去外國化驗，先發現係某種線粒體病嘅特徵。當時做過基因測試，但係測唔出病因。但憑住佢嘅病徵同化驗結果，醫生就診斷佢患上線粒體病。線粒體係細胞裏面最細，負責新陳代謝嘅工作，為細胞提供能量。當線粒體出現問題，細胞就冇足夠嘅能量可以用，新陳代謝就會降低。小朋友嘅媽媽自己都係醫生，呢個媽媽話佢做咗咁多年醫生，只有喺書入面見過呢個病，諗都冇諗過，竟然自己個仔會有呢個罕見病。於是佢就上網查咗好多資料，知道得越多，心情就越沉重，因為呢個病會出現腦病變、發展遲緩或者倒退、中風、肌肉冇力、平衡困難，亦都可能會令器官逐漸衰竭。大部分患者都活不過10歲。雖然媽媽自己都係醫生，但面對自己個仔有病嘅時候，都保持唔到冷靜，非常之擔心。因為仔仔3歲嘅時候驗出眼部神經癱瘓、斜視、遠視同弱視，要進行矯正手術。到6歲嘅時候，仲出現口吃現象，講嘢講唔清。呢個時候佢媽媽非常悲觀，越諗越驚，加上醫生工作非常繁忙，佢一邊好擔心，一邊又好內疚自己唔可以照顧個仔。幸好佢老公思想正面，情緒較穩定，可以幫助佢回復冷靜。後來媽媽決定轉去其他部門，時間比較穩定。佢開始諗，其實佢哋經濟狀況唔錯，照顧小朋友方面算係比較有能力，加上有家人嘅支持，佢覺得自己已經比好多其他家庭遇到嘅問題相對較少。於是佢嘅思想就開始由負面轉返去正面。個仔一路長大，但情緒比較固執，亦都冇彈性，好多時都需要媽媽嘅心理輔導加以開解同引導，過程一啲都唔容易。雖然照顧仔仔好辛苦，但媽媽都好樂意喺困難中訴說恩典，感恩身邊好多人嘅幫助，唔單止自己嘅父母，仲有身邊嘅同事，加上老公嘅支持，佢都開始識得用放大鏡去睇仔仔嘅優點，唔會再只係留意佢有咩做得唔好。佢仔仔最大嘅優點就係性格樂觀開朗，係大眾嘅開心果，大家都好鍾意佢。後來去到仔仔17歲，再一次確診佢係一個新嘅病，確診佢身體有一個基因出現突變，呢個病非常新，全球當時只有幾十個確診者，而仔仔亦都係香港第一個確診有呢個病嘅人，同時都係全球呢班確診者入面年紀第2大嘅患者。媽媽知道後都已經冇開心或者唔開心，淨係覺得好奇怪，估唔到佢個仔會係有呢個新嘅疾病。但起碼佢知道咗仔仔唔會隨時死，算係安心返一啲。雖然媽媽都係一個醫生，但佢以前只係一個睇症開藥嘅醫生，從來都唔會花太多時間去關心病人。但自從認識咗佢仔仔嘅主診醫生，佢開始有唔同嘅諗法。因為仔仔嘅主診醫生係一個性格隨和、有問必答，每次覆診都會同佢仔仔傾偈，亦都會記住佢鍾意嘅嘢，會專登買一啲仔仔鍾意嘅嘢送俾佢。作為病患者嘅家屬，佢覺得呢件事好窩心、好溫暖。呢件事亦都啟發咗佢，
醫生關心病人，對家屬同病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，一個好溫暖嘅動作。於是媽媽就開始多關心佢嘅病人，會同病人解釋詳細一啲，等佢哋可以更安心。仔仔嘅未來仍然有好多未知之數，但媽媽會同佢一齊見步行步。呢件事裏面，媽媽本來係一個理性行先嘅醫生，但係仔仔嘅病令佢束手無策，無力感同埋焦慮幾乎拖垮佢嘅生活。好彩得到丈夫同家人嘅支持，同埋分擔照顧嘅責任，佢先至可以捱過呢段消沉嘅日子。更加感謝仔仔嘅主診醫生，醫生嘅一份關懷，亦都啟發咗佢。喺不安嘅時候，原來醫生一句鼓勵，一份小心意，係可以俾病人同家屬咁大嘅力量。佢重新審視自己以前一直以嚟嘅行醫態度，而家會企喺病人角度去考慮。媽媽因此成為咗一位更加溫暖嘅醫生。第5個故事，呢個故事嘅小朋友，佢患有先天視錐感光細胞病變，細個嘅時候視力只有3成。去到成年之後降到不夠1成，因為對眼睇唔清楚，所以影響佢學習。但係佢媽媽冇放棄，用盡方法幫佢一齊做功課，幫佢手溫書。因為弱視，仔仔因此而自卑，唔敢同其他人玩。媽媽就叫佢多啲同哥哥玩。好彩佢哥哥對佢好好，成日帶佢周圍去玩，又俾佢認識自己嘅朋友，幫佢拓闊佢嘅社交圈子，增強信心。喺仔仔小學2年級嘅時候，佢媽媽帶佢去配眼鏡。當初視光師話仔仔有嚴重弱視，戴眼鏡都冇用，叫佢去盲人輔導會買個放大鏡。當時盲人輔導會嘅主診醫生幫仔仔做視力測試，發現佢嘅視力只有3成。只可以睇到2米範圍以內嘅嘢。後來又有另一位眼科醫生幫仔仔做眼部詳細檢查，先至確診仔仔患咗先天視錐感光細胞病變，一隻眼嘅眼珠中間全黑，另一隻眼側旁邊全黑，雙眼唔可以對焦，睇嘢冇立體感。呢個病冇得醫，醫生只係叫佢每半年檢查一次，留意情況有冇惡化。媽媽知道後非常擔心，醫生就好幽默咁安慰佢話：你仔仔情況唔係太差，除咗唔可以揸飛機之外，佢乜嘢都可以做到。呢句說話令到媽媽好大啟發，佢覺得好正面，好振奮，好似幫佢打咗支強心針。咁樣即係證明佢個仔可以繼續喺主流學校讀書，唔使去盲人學校。媽媽覺得好開心。媽媽因為擔心仔仔視力退化得好快，怕佢有一日都係有可能要去盲人學校讀書，佢作最壞打算，第時要揸車接送佢返學。於是媽媽就決定去學車。學車師傅仲笑佢：你幾10歲人，又生咗2個小朋友，一定好遲鈍，睇你都唔會考到。結果媽媽非常努力，仲一次就考到車牌。媽媽知道要照顧一個有殘障嘅仔係一條好漫長嘅路，要做好多準備。佢成日提醒自己要保持身體健康同埋有規律嘅生活，咁先至可以長期照顧到仔仔。於是佢就開始即刻做運動，有安排2兄弟每日放學之後先休息一陣就做功課，跟住睇電視，跟住就去公園玩。6點就返屋企煮飯，然後溫習，9點就瞓覺。因為媽媽相信有秩序嘅生活對佢哋嘅人生影響深遠，特別係仔仔有視障，讀書同做功課都比人慢，所以平時要把握好時間。除咗有規律嘅時間，媽媽亦都特意用心鍛煉仔仔嘅意志力同埋毅力，希望佢可以勇於嘗試，盡力做到最好。媽媽正面嘅想法，除咗佢平時本身就比較開朗，加上屋企人嘅支持，佢嘅父母同老爺奶奶都從來冇因為仔仔嘅眼疾問題而責怪過佢。加上有
信仰嘅支持。佢記得主日學講員講過，我們不可懷着憂慮入睡，上床時就要把這些想法全部趕走。子女是神賜給我們的產業，父母的責任是看管。信仰讓媽媽對養兒育女嘅看法變得更正面。佢相信一切都會有神嘅看管。仔仔去到中學嘅時候，媽媽同學校講仔仔有視障，老師本來勸媽媽幫仔仔轉去讀特殊學校，但媽媽識得打電話向教育處求助。喺特殊教育主任嘅介入之下，學校就為咗仔仔安排考試嘅特別安排，包括加長考試時間、放大試卷、字體等等。仔仔好俾心機讀書，態度良好，從來都唔欠交功課，佢嘅成績都越嚟越好。中午嘅時候，佢有一個去美國交流嘅機會。媽媽雖然擔心個仔未必可以應付，但係都知道機會難得，最後決定俾佢學習獨立。於是仔仔就帶住發聲字典同埋放大鏡相機，開展咗佢嘅海外學習之旅。之後仔仔去返中學繼續讀書，結果高考成績非常優異，成功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。媽媽好開心咁講，以前諗如果佢可以讀到中三已經好好，從來冇諗過佢可以讀到大學。去到出嚟做嘢嘅時候，仔仔意識到自己嘅視力越嚟越差，長遠嚟講未必適應到辦公室嘅工作。於是佢就同2位朋友共同創立咗一間公司，希望可以用自己工作嘅經驗同埋人脈關係，幫助其他高學歷嘅殘疾人士找到合適嘅工作機會。創業當然有風險，但呢位充滿冒險精神嘅媽媽非常支持仔仔嘅決定。雖然都會擔心，但係媽媽相信佢係可以做到嘅。故事中呢位媽媽由以前發覺仔仔嘅視力問題之後，走去學按摩，積極做運動，考車牌，用盡方法，為嘅就係將自己維持喺最好嘅狀態，咁先可以有能力幫個仔。佢除咗努力養大個仔之外，亦都培養出仔仔勇於衝破困難，唔會自怨自艾嘅樂觀性格。仔仔喺潛移默化之下，冇將自己嘅視力問題變成人生嘅障礙，反而更加積極努力生活，考取好成績，仲成立志願機構幫助其他殘疾人士，比起好多健全嘅人生活得更加有意義。好多時我哋做父母嘅，一見到孩子有少少缺陷或者路行得冇咁順，我哋就急不及待想幫佢清走所有障礙物，甚至將佢養喺一個安全網入面。但呢位媽媽教識我哋，真正嘅愛唔係幫孩子逃避困難，而係拖住佢對手一齊面對困難。孩子嘅成就唔係因為佢有健全嘅雙眼，而係因為佢有一個積極諗方法嘅媽媽，賜予咗佢一顆堅毅嘅心，令佢就算睇唔到嘢，都可以勇敢去做自己想做嘅事。第6個故事，呢個仔仔啱啱出生嘅時候，佢媽媽覺得佢唔係太正常，佢可以一喊就喊足2個鐘，但係又會突然唔喊就唔喊，連肚餓尿濕都唔喊。當時媽媽心諗，呢個仔應該係極品，唔易湊。媽媽帶佢去檢查，發覺仔仔喺體能、大小、肌肉、語言、社交等各方面都唔達標。後來做埋智力評估，顯示佢有輕度弱智，各方面發展遲緩。於是媽媽就幫仔仔報咗好多唔同嘅訓練，佢想把握呢個訓練嘅黃金期，對個仔進行好多訓練，而且非常嚴格，連婆婆見到都話佢太緊張。雖然媽媽得唔到長輩嘅支持，佢覺得好無奈，但佢相信自己咁樣做對個仔係好，於是就唔理其他人嘅指指點點，堅持自己信念。
而仔仔有時因為性格固執，有好多情緒嘅問題，令到佢哋照顧嘅時候都好多困難。到小學時，仔仔再做智能評估，智商提升咗，屬於邊緣智力，可以派主流小學。媽媽知道仔仔有好多行為嘅問題，佢明白老師未必會喜歡仔仔，於是佢先同老師講出仔仔嘅問題，希望老師可以明白，亦都同時表達欣賞老師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合作。仔仔去到小學3年級，再做智能測試，發現智力正常。媽媽更加覺得，既然智力正常，但仔仔行為咁樣，可能係自閉症。於是佢就帶仔仔去醫院做評估，最後確實佢係患有典型自閉症。於是媽媽將訓練重點由提升成績，改為改善人際溝通同埋社交技巧。自閉症孩子通常都有慣性嘅固執行為，媽媽嘅目標就係要拆解仔仔嘅偏執習慣，為免仔仔慣咗只行一條路線。每次去同一個地方，媽媽都會帶佢行唔同嘅路，行足10條，就係為咗想讓仔仔明白，唔係只係得一條路可以行。仔仔習慣將書包擺喺同一個位置，媽媽就將書包每日放喺唔同嘅位置。總之，媽媽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幫助佢。呢固執行為唔係一次就可以改善到，但媽媽好有耐性，不停諗方法幫助仔仔。因為自閉症，仔仔喺學校俾人取笑，媽媽亦都叫仔仔接受自己有自閉症，亦都同佢講自閉症有啲咩唔好嘅地方，等仔仔可以接納自己。亦都俾仔仔明白自己有咩長處同短處，等佢可以更了解自己。媽媽亦教導妹妹要接納哥哥嘅自閉症。妹妹雖然比哥哥細，但係喺媽媽嘅教導下，非常識得照顧哥哥。有時哥哥會有不適當嘅行為，妹妹會代替哥哥同其他人道歉，亦都會同人哋講哥哥唔想咁樣。因為佢有自閉症先會咁。不過仔仔喺讀書嘅過程仍然遇到唔少嘅欺凌。小學嘅時候試過有同學覺得佢係自閉症，點解可以讀精英班？於是用圓規督佢背脊。中學嘅時候又試過，因為佢坐唔定要搖凳，騷擾到同學。同學叫佢唔好搖，佢唔聽，於是同學就用刀督佢背脊，叫佢停落嚟。媽媽喺處理呢啲情況嘅時候，都選擇以和為貴，因為佢唔希望將呢啲事變成懲罰，咁樣只會加深同學對仔仔嘅仇恨，所以媽媽都交翻俾老師同學校處理。仔仔順利完成中學，亦都考入大學。大學面試時，仔仔坦誠同考官講自己係有自閉症。考官非常欣賞佢嘅坦白，同埋能夠認識同接納自己。入到大學時，仔仔亦都主動同同學坦白。開學前就向所有同學發出 email， 說出自己係自閉症人士，希望大家可以包容同幫助佢。佢嘅坦誠，讓佢可以喺大學同同學關係良好。畢業後，雖然因為佢溝通能力嘅問題好難找工作，但最後佢都接納自己，願意做一啲學歷要求較低嘅工作。媽媽話仔仔自細就上電視，傳達自閉症唔應該收埋嘅訊息，令其他人知道，就算有自閉症嘅小朋友都唔好氣餒。我本來都只係一個家庭主婦，因為仔仔自閉症呢個身份，我嘅人生亦都有咗改變，認識咗好多事，接觸咗好多人，又可以鼓勵同路人，亦都有機會參加諮詢組織，就特殊教育政策、自閉症人士嘅服務俾意見，係仔仔令到我嘅世界變得更大。聽完呢幾個故事，唔知大家有咩感受呢？好多人覺得
生到一個特殊嘅孩子，係一世人嘅包袱同債。但如果你去問呢6個家庭嘅任何一位父母，佢哋都會話你聽，如果人生可以重來，我依然會選擇做佢嘅爸爸媽媽。我睇到嘅係喺陪伴呢個特殊孩子嘅過程入面，呢班父母被激發出超乎常人嘅勇氣、包容同無條件嘅愛。孩子用一生嘅脆弱成就咗父母嘅偉大。呢班特殊孩子唔單止外表或者智力同普通人有唔同，佢哋嘅身體機能、心臟或者器官都隨時會出現大大小小嘅毛病。普通家長想嘅係孩子將來點樣考第一、入名校，但特殊孩子家庭嘅父母每日想嘅係孩子今日平平安安、冇痛冇苦就夠。書入面嘅父母冇怨天尤人，亦冇選擇逃避，更冇選擇放棄。每當我睇到呢度，我都好想同呢班偉大嘅父母致敬。我哋成日講生涯規劃，好似一定要贏在起跑線，要年薪100萬先叫成功。但呢班特殊家庭話俾我哋聽，生命最基本、最尊嚴嘅規劃，其實係自立。父母用盡一生嘅心血去成就孩子可以自立喺社會生存，呢種愛已經超越咗世俗所有嘅名利，係一種最純粹、最無私嘅承擔。作者用溫柔而堅定嘅筆觸，記錄咗呢6個香港家庭嘅真實血淚，俾我哋知道每一個孩子，無論佢嘅基因有無缺陷，不論佢表現得優秀定係平庸，佢哋都係上天派嚟嘅天使。佢哋嚟到呢個世界，唔係為咗滿足大人嘅期待，而係用佢哋最真實、最赤裸嘅生命嚟教識我哋乜嘢叫做無條件嘅愛。如果係我有一個特殊孩子，我又可唔可以做到書入面嘅父母咁樣呢？我可能未必有佢哋咁強嘅能力去協助孩子，但我一定會俾足夠嘅愛去愛我嘅孩子，讓佢有生之年都感受到被愛同被接納。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呢6個故事曾經觸動過你，請將呢份愛同體諒分享出去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願我哋都能夠喺孩子身上修完呢堂最幸福嘅人生課題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